后来要防止着疫情来拓开，注意放射是真有效的方法。国内疫苗研发的进度，总统蔡英文嘛真关心，再去专工到疾管署来听2间国内的厂商来做简报。讲目前已经进入到临床的实验收尾的阶段了。蔡总统嘛带来着好消息，渴望伫7月底进前供应第一波国产的疫苗。总统会不会考虑升级第4阶段？疫情愈来愈严重，大家会紧张搁关心。总统蔡英文由行政院长苏贞昌的陪同下来到疾管署，这是蔡总统半个月来第2摆来到这。因为这摆想要了解重点是国内疫苗研究生产的进度。2家都已经进入到临床试验第2期的收尾的阶段，政府一定会全力的支持和协助，也会把关这个疫苗的安全跟品质，希望能够在7月底以前供应第1波的我们国产的疫苗。总统带来好消息，国产疫苗有可能在7月底会上市，因为要防止疫情，疫苗绝对是重要的防疫战备物资。蔡总统强调讲，必须要有国产自制能力。因为目前国内敢若买30万剂疫苗，在疫情愈拖愈严重的时期，真正是无够用。我们透过各种管道向国外购买的疫苗，会陆续到位，请大家不用担心。总统希望大家要有信心，自接疫苗是真积极，希望讲进口的疫苗赶紧到位，国产的疫苗赶紧上市，会使变成咱对抗疫情上介好的武器。